大家好，我係 KK，而家會同大家分享中醫知識。首先多謝榮川愛心基金嘅贊助，同埋中醫機構寶順堂，同埋張玉如中醫師協助製作呢條片，等各位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如果對內容有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地方，建議你去諮詢專業人士啦。今集講解中醫同埋西醫喺檢查同埋診斷方面嘅異同。西醫喺檢查方面會量體溫、量血壓、驗血糖、血液檢查，仲有 X 光檢查、電腦掃描等等。中醫就以四診為主：一、以眼望；二、鼻聞、耳聞，例如係你嘅口氣點、呼吸聲係點；三、問，例如係問你食嘢食得好唔好，有冇排便等等；同埋切脈，呢個就係四診啦。圖中嘅草代表身體，左邊係健康嘅，右邊就見到有蟲，仲有啲葉變黃，即係身體有病。西醫着重治標，好似如果發現害蟲，就會做手術拎走佢，或者打針落藥，為咗係殺死排走害蟲等等。或者見到葉枯黃咗，就做手術拎走佢，或者打針落藥，方法無異。而中醫係標本並治，好似係執藥煎服，或者用推拿、針灸，或者係邊啲啱食，邊啲唔啱食等等，用嚟改善體質。蟲或者仲喺體內，但係已經唔會再破壞身體。枯黃嘅葉亦慢慢回復青翠，呢個就係中醫啦。西醫有佢嘅優點，中醫亦都有佢嘅優勢，最緊要係認識同埋了解之後選取得當。再見。